歡迎收睇樂動聯盟體育新聞台。大家好，我係伍家軒。呢一次同大家介紹棍網球，英文係叫 lacrosse。嗱，呢項運動碰撞都多㗎，咁記住着好晒保護裝備至好打噃。我就揾咗個人嚟做示範，係我戴好個胸甲先，護踭、手套，驚人哼到隻手痛啊！拎起支球棍，戴埋個頭盔，咁就叫齊全啦。棍網球係起源於印第安人部落，咁初時每隊人數可以由100去到1000不等。比賽場地係幾里長嘅大草原，有時係打足幾日㗎。嚟到2015年，要重現幾百人對幾百人咧，真係冇乜可能㗎啦。不過我都想挑戰下，我試下1對3先。1敵3咁困難，幾百人對幾百人係點嘅咧？棍網球俾我嘅感覺係好特別嘅，因為棍網球係一個好快速嘅運動啦，再加埋俾人哋好大嘅挑戰，因為體能係需要好大嘅體能。teamwork 係好重要，因為而出到去比賽唔可以話單對單去，即係1打1咁樣打咯，即係5個就一定要傳波啊、分波啊。都係揾翻個專家講解點打至啱啦。控球啦，我哋咧呢個動作咧中文名咧就叫控球啦，英文名可以叫 cradle 嘅。咁利用離心力咧，將個波咧就擺喺支棍裏邊。咁我哋跑步嘅時候咧，個波就唔會跌出嚟啦。傳球啦，距離咧視乎翻我想有幾遠咧，我隻手就擺喺邊度啦。波頭對住，支棍對住，跟住我一傳，將個波傳出去。你哋都一齊玩啦！如果你有參加由香港小童群益會主辦、可口可樂全力支持嘅樂動聯盟熱換運動獎勵計劃，咁只要進行呢一個簡單嘅活動，就可以累積積分。所累積嘅積分可以換領獎賞㗎，有乜嘢獎？你哋參加咗咪知咯！樂動聯盟體育新聞台記者伍家軒報道。